1999年9月21號，台灣發生黎克特制7.6級地震，2000幾人死亡，超過1萬人受傷。重溫當年台北縣新莊市嘅災情。喺清晨，軍方再加派人手挖走瓦礫，但挖掘嘅工作要間中停低落嚟。好似8點15分就發生一次餘震，強度係6.8級，挖掘工作要停晒。半個鐘頭之後，我哋去到冧樓現場嘅另一邊採訪，又再震多一次。記者同埋一啲喺裏面想執拾財物嘅居民都爭相走避。出事嘅大廈屬於一個私人屋苑，總共有3座樓，其中2座雖然冇喺大地震之中倒冧，不過就震歪咗。軍方擔心喺多次強烈餘震之下，會令到2座大廈隨時有倒冧嘅危險。可以睇到出事嘅大廈2樓斷開嘅部分，啲鋼筋露晒出嚟。大家住在一起，我們那裡面還有好多人都還沒出來，我們也是擔心他。佢話考慮會要求承建商賠償。